用那个Google 语音助理啊，还问那个转动的转的简体字啊，他就提供那个网站呢，来选一下，选简体，转了，真的是这样呢。看那个影片，神仙的别名，神仙在世的时候的名字姓名，判官呢，最右下角判官的名字，崔转写这个简体字呢？有没有看到转了简体字啊？转动的转呢？转动的转啊！有没有看到右边？有没有看到？转对了，吹转了。